大陆的肯定是搞不多。以往的那上交的可以这个马路上，年交的可以这个东西上，那这个两岸的交通体系，在员总共一级交的，一级公路的，一级南高的，这个是的，阳台上都是说的。那主要的是的70年代搞的这个。多少这个用过有呢？多的因为绝对没去过吧？这多少因为有没的马上是，多少可能隔壁的这些的人呢？一个不了有的。出处的对，多处的对，白的快乐。啊，这老爹们是家里全部住在这边。就宿舍嘛，就大家得念多少个多，教务呢多长钱，他说他多钱中间呢，那教务是出下来的，啊，低出来的，其实多的都是那大的，不可以的情况是吧？多用公平民的思想里呢，那多的钱多呢，可别家不来的，干不来的，来去结果了。你北京县里，北京的那个工作，空中门就说这路的最差的接力了，空中马赛是他最的病人，这就因是不是接力了，那个有很多，那个的真的，空中就会接最多，罗贝可以这个，那个这里不是。现在的这个模式的开始最起码一个包括看这些，没有年轻人的准备，上路看这些的速度，的时间的落地，不是这么容易的，随便拿就好，这个结果的，没有年轻人多还是，啊，我追求这个这个。中国人，按地方呢，上去这里他们的接触的是，就是的，他们就是嘛，当地有这个，他们的研究这个，他们的日本的他们下游的，那你们这个上去这个他们的下游的，那是中国的。这个上去的中共的讲这个这个地方，讲这个的是这个东西，这些东西，讲这个节里啊，全都上去困难的，就都要的，还有我们国的是呢，这些就是年轻温习的地方，这当讲这个一个，好了，刚才温习的地。这里在这去哪里？让的哪里打？让你知道怎么一个？如果你亲切，今天进入这那个考虑了，把地要求协助你们，那地方是，第样，做是了，第一点呢，日本的。做起我的铁路规划的铁路规划广场上两个规划的，这上的最难办的，交钱是吧？对是吧？那他们就去几十万，他们是最难的。来去到上去的第一是个讲这工人当，讲这工人当，今天就是这个给我们实现。第一套呢。上去的前面连续南园民众性，居民地方，所有结果这边的民众性，所以的
제가 그거다 지용 제그 남자 대대에서 만들었어. 그냥 요즘 하고 싶지 주주단에서 제수 대나무 유배 주로는 만드는 상주 로치지 때문에 지용 제고스야 되나 그냥 주로 만드는 변화가를 상주 변화가를 그때 로치 제배 그냥 가리오에 그거 가리오에 이 제가 그러면 지용 제고하는 이 아니지 자동차 마시는 중이든 크레딧에서 받았을 때 그때 상장이 Sabun tadi nama semuanya tiba-tiba tidak terlalu